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年的冬天特别冷，这时候就会特别想念妈妈亲手煮的客家大汤圆。在北埔老街，听说有一家以传统馅料闻名的客家大汤圆，今天我就要来品尝传统客家美味。小心烫哦！好好吃哦！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啊，有点像那个菜包，然后而且它的外皮啊比菜包更 Q 软，是不是因为用水煮过的，所以它比较 Q 软？对，用水煮也有关系，它会比较润滑。农忙的时候啊，农忙不是有割稻，插秧，做完工就是收成以后做完工的话，那我们客家话叫走班工啊哈，做完工以后，就要请客啊，就会煮一些汤圆来请那些师傅啊。传统客家大汤圆与现今市面上贩卖的大汤圆不同，是因为馅料的不同。我请大姐带我进厨房，一探客家传统大汤圆美味的秘诀。我们现在把葱白放下去，好，先爆香。好，我来帮忙胎记爆香。好，然后这样把它这样散开来，对。胎记，我刚刚有发现啊，这个客家大汤圆的馅料非常的多。对，那我们就要一样一样的把它爆香，好，它才会香。如果说你没有一样一样来的话，一下下去，它那个香味跑不出来。哦，味道也会不对。那我们现在要再加萝卜丝了哈，吹布俩还吹条丝。吹条丝哦，吹布跟吹条丝。那现在是不是这样是完成了？现在完成了，我们把火关掉。好哈，好，这样子就 OK。我们给它拨开来，给它凉一下下，好，就可以装起来了。好，等它冷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包我们的汤圆。好。接着你要包汤圆哦，好期待哦！原来大姐的客家大汤圆味道特别好吃，是因为馅料完全遵循传统，运用客家人常用的食材，反复炒香，所以包出来的大汤圆保持着令人怀念的传统妈妈味。